深圳真係水療天堂啊！24小時嘅吃喝玩樂，唔單止包按摩，仲有免費嘅自助餐，連過夜都係免費㗎。竟然仲有日式嘅獨立溫泉，呢度呢真係超多嘅娛樂設施啊！包括有得唱 K 啦、PS5 啦、夾公仔、桌球、捉棋，仲有無限量任食水果同雪條啊！記得去拎杯手搖飲品，第一杯係免費嘅。記得 mark 低埋自助早餐同宵夜嘅時間啊！每個月都有唔同嘅活動更新，而家就有買小龍蝦送啤酒、世界盃9.9團單，場內隨時可以掃碼購買，每個人每個號碼可以最多買3單，喺前台收銀核實咗之後就可以認領呢個世界盃紀念品。走前記得去呢個咁靚嘅打卡位度打個卡先啊！而呢一度地點超級方便，就喺羅湖口岸一出就到噶啦。想知更多深圳優惠同好去處，記得 follow 我艾琪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